大家好，我係阿納日記頻道嘅主播 Lily。澳門航空載陸巨額虧損問題已經唔止係數字，而係整個營運同制度嘅結構性失衡。根據中國國際航空公布嘅2025年財報，旗下澳門航空全年虧蝕高達10.22億澳門元，仲拖累母公司錄得6.55億人民幣虧損。表面上收入仲有微升，但虧損反而擴大，反映問題根本唔係市場，而係管理同成本控制失效。一間航空公司喺旅遊復甦背景下仍然愈做愈蝕，已經好難用單一因素解釋。澳門作為旅遊城市，客源唔算差，但澳航長期被批評航線競爭力不足，服務質素反覆，甚至連最基本嘅航班安排都屢出問題。有乘客反映，航班臨時取消但無即時通知，客服無人接聽，機場現場又缺乏支援，令乘客陷入完全無助狀態。呢啲唔係個別事件，而係反映公司內部協調同危機應對能力嚴重不足。更深層嘅問題係人力資源同培訓制度。有自稱前飛行學員指出，培訓期長達4年，但期間無薪，正式入職人工亦未如外界想象咁高，付出同回報極不對等。呢種模式唔單止削弱吸引力，仲容易令人才流失。另一啲留言更加直接質疑招聘公平性，懷疑存在關係優先，甚至指管理層子女較易入行。即使未必全部屬實，但當市場普遍有呢種觀感，已經對企業公信力造成傷害。此外，培訓制度亦被批評過度依賴內地體系，例如喺內地考取飛行執照，限制日後轉型發展空間。對年輕人嚟講，呢種綁定前途嘅安排，自然令吸引力進一步下降。長遠而言，航空業最重要係人才。如果制度令新人卻步，企業只會陷入惡性循環。再睇財務層面，澳航收入增長僅2.63%，但虧損反而擴大，說明成本結構極不健康。作為持股74.94%嘅母公司，國航被拖累亦唔難理解。但問題係，澳航多年嚟一直處於類似狀態，似乎未見有效改革。當虧損成為常態，就唔再係短期經營問題，而係制度性依賴。更值得思考嘅係，澳門航空作為本地旗艦航空，長期依賴政策同資源支持，但服務同競爭力卻未見相應提升。如果企業缺乏市場壓力，自然容易形成低效率運作。最終買單嘅唔單止係母公司，仲包括整個社會資源。總結嚟講，澳門航空今次10.22億虧損只係冰山一角，航班管理混亂、客服失效、人才制度失衡，再加上外界對招聘公平性嘅質疑，都反映企業內部問題積重難返。如果唔進行結構性改革，而只係依靠母公司輸血，澳航未來只會繼續如飛如低。